那咱俩都别活了，就是撂个狠话吓唬吓唬你，你真让他去死，他敢吗？他怎么知道是你给他爸做尸检呢？打听的呗。总来殡仪馆就那么3、5个法医，我就是专门搞遗照纠纷鉴定这一块，想打听总能打听到嘛。那现在结果出来了吗？麻烦。哪儿麻烦？曹国华死于呼吸困难。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医生选择给他多次注入吗啡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可能存在超说明书用药和吗啡微过量的使用情况。什么是超说明书用药？就是说明书上没有写吗啡用于呼吸困难，但是治疗中用了。那就是说，曹国华的死，医生和医院都得负点责任。简单，你说对于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来说，死亡是无法避免了，那他是更在意死亡，还是更在意死亡中所经历的痛苦呢？那要是我癌症晚期，知道自己没救了，我肯定希望自己走得舒服点，甭管用什么方法吧。因为跟癌症的疼比起来，死亡真的不算什么。问题就在于此啊！我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这次的司法鉴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真正听到病人的心声，这对于病人和医生来说很为难。明白。对了，我面拿过去吃，我还有点事啊。面多少钱？姐请你了。谢谢姐啊，明天请吃大餐。哎呀，昨晚喝多了，给你发信息了吧？什么信息？没收到啊？啥内容啊？哎呀，喝太多了，啥内容啊？记不住了，醉话。行行行，没收到最好。走了。哎，没有最好的选择，那不太坏的选择也可以吧？啥意思啊？我说司法鉴定，你觉得我说什么呢？司法鉴定。对不起。他用他的身体给你练手，帮你成长。对遗体化妆师来说，往生者才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老师。你用心多少，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多少。你操作到一半就跑了出去，是对往生者的不敬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我把那位孤儿的骨灰埋在了大树底下。我也像师傅那样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遗体，都要送他们最后一程。
喂，你好。我是早晨你救的那个罗大淼。啊，我们的手机好像拿错了。是的，你在哪儿啊？市人民医院急诊科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是医生。哦，急诊特别忙，走不开，你能不能？那我下班过去找你吧。啊，好的，那就麻烦了。我还没见到他人呢。别等我吃饭了。啊，好。医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罗大淼医生在哪儿？你找他干嘛？方医生，方医生，内科那边有一个急诊，您跟我来一趟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罗大淼医生的房间在哪儿？你找罗医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俩手机拿错了，我找他换手机。那这样您先坐在那边等一下吧，一会儿我让罗医生过来找你。行，那麻烦了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这是你的。应该是我不小心弄到的，没时间去修，最近也比较忙。要不你自己去修一趟，回头多少钱告诉我，给你转。好吧。麻烦你跑一趟了。不麻烦，就是刚才打听你在哪儿，花了点时间。你们这儿的医生护士一听我提到你的名字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需要搞得这么神秘吗？搞得我像坏人一样。他们是为了保护我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你下午有一通电话，我接了，对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乱骂。你欠人钱了？不是，是医疗纠纷。我最近在打官司，过2天就宣判了，所以就从肿瘤科调到了急诊。既然没有宣判，就还有赢的机会。谢谢。加油，罗医生。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叫赵三月，你叫我三月就行。拜拜。所以曹轩要告的，就是你救的那个人啊。陈法医怎么说？到底什么是姑息治疗啊？用吗啡真的有问题吗？你问我呀，我又不是陈法医。还真不是我危言耸听。陈红，你要搞清楚，这个案子如果是医院败诉了，中国的安宁疗护事业最少都要倒退20年都不止。你们别给我扣那么大帽子，我就是个法医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。行，那我先忙了。